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上集我哋感受到現場目擊嘅震撼，今集我哋要理性拆解。圍繞鳳凰城之光存在住兩個截然不同嘅世界，一個係官方有文件支持嘅解釋，另一個係幾千名市民揮之不去嘅親身記憶。真相喺邊一邊？官方解釋認為，當晚嘅兩次目擊係兩個獨立嘅軍事活動造成。對於晚上8點30分左右第一波嘅 V 型飛行物體，官方解釋係5架 A10攻擊機以 V 型編隊飛行，屬於雪鳥行動訓練計劃。解釋嘅關鍵證人係一名業餘天文學家米奇斯坦尼。據佢所講，佢當時用大口徑望遠鏡觀察，明確睇到嘅係一組飛機，每盞燈都位於飛機嘅翼尖。呢啲解釋嘅支持點係編隊飛行高度約1.5萬英尺，導航燈衡亮而非閃爍，地面聽唔到聲音屬正常。對於晚上10點左右第二波懸停光點，官方就解釋係由另一組馬里蘭州國民警衛隊嘅 A10機隊喺靶場投擲 LUU-2B-B 照明彈，原因係照明彈帶有降落傘，燃燒時間長，從遠距離睇就好似懸停喺空中，光點逐一熄滅，係因為佢哋逐一墮落山脈嘅後面。呢方面嘅關鍵證人係參與任務嘅飛行員埃德瓊斯宗教，喺2007年確認當晚佢駕駛咗其中一架投擲照明彈嘅飛機，而照明彈任務係例行訓練。儘管有官方解釋，但係好多疑點仍然無法說服目擊者。目擊者對官方嘅解釋作出5點質疑。2.1 物體嘅巨大實體感。無數目擊者描述光點係嵌喺一個實體嘅結構上面，呢個結構能夠遮擋星空，而照明彈係分散嘅光點，之間應該係夜空。